小亮有去访问，然后知道他有3年都是在公园住。在去的之前，我就是心里会想象，像我这样一个小女生走过去，他们不知道会对我做出什么事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亮，我是张雨生，大家好，我是 Naomi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一贵，大家喜欢这礼拜的小伟是天普。来，我们推一下，看一下，为什么要看这张照片？他叫做小胖，然后他曾经在外面当过3年的无家者。无家者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在外面没有固定的家的人。来，听到小亮按讲，你上头第一天高度强酷的身份，所以你礼拜4号是天普，我推你大家来关心咩？强酷黑马街。佢係小胖，佢就係啲公園度好，人喊佢解憂，成班個都比一多人都辛苦。唔過唔掂麼，其實有一定咁嘅人生，佢爸爸媽媽都係先生，有一個天梯嘅頭路，未結婚呢，還有一個自家嘅家庭。唔過啲29歲經驗，講人生有動態嘅變化。因為我之前在外銷家具工廠做，我之前曾經學過家具木工科。在工廠做了大概8年多吧，然後我就被裁撤掉。很巧的是，要裁撤那年我剛好結婚，然後就等於說剛好一氣呵成嘛。結婚之前、離婚都在同一年。現在本來新的頭家，夾頭都冇睇咧，夾本用未啲經驗同佢哋嘅，本來勞動人生翻嘅運勢就會按年結束嘅。然後後來過沒多久就碰到我爸生病，我媽生病，然後就開始照顧，然後到他們過世時候，我在我家人協助之下，就一些親戚朋友的協助之下，把喪禮結束的。前年一日離開嘅，小胖嘅人生滿是很艱苦，冇想到揾家身體也出問題，驗身後生意力太膿包，3號前去本先生看。實在唔掂用嘅實真好，佢就決定到位，先喺一間搬家木人嘅潮上行入去，行過很點嘢，夾報機。因為不懂社會資源，然後就想說去犯罪吧，然後就進去裡頭關，最起碼你會把病給治好。後來就去搶超商，然後就進去關了。小胖從老嘅做為1年，本農行嘅農包也醫好嘅。我出隊過後，家父抗議唔支持佢，佢就開始水利工業，一水就水業3年。畢到60，小胖一那日去打工，佢直接做回頭路，就係啲都算卡牌嘅，同衛生這邊業務嘅打廣告，錢多也唔聽聽，唔過至少3出還是得飽。下後講人生有變化嘅，佢發現自家錯到癌症。後來第3工嘅天數下，佢去使用中心後開始新嘅生活。喺啲使用中心嘅小胖，認真錯到癌症，人唔暢快，無法吐去做較重嘅事。故做經驗時，啲網創新協會做專業圖書館，搞自家人生嘅故。今日佢練做拖單員，同年後來收嘅台北辦法。小亮就會加投去中人下。不過啲日之前，先來談看那小亮很用嘅看解油誒。看到解油的時候，其實雖然這樣很不好意思，但是有時候還是會覺得他們就是有點髒髒的，然後有點不知道會懷疑他們會做出什麼事情來。我在想，如果今天來之後，我可以認識到，就是其實他們也沒有真的跟我刻板印象，就是腦袋裡的一部分想的那樣，那就可以完全推翻那些以前覺得他們髒髒很討厭，然後會欺負別人，然後等等的印象，我就可以真心的覺得他們其實沒什麼好怕的。對台北車票用34站出發，今天的小胖用假角度來看辦法，見行見堂，佢哋嘅生活情形。最要緊的在這一半，這邊是我工作，還有工作集合的地方。這個是社會局8個農民擺行李的袋子，這個袋子。我以前大概就對這個位置。因為那
那时候行李都放这边。像有时候上工作的话，因为我们都是在这边集合，因为有时候真的像正头蛮辛苦的，有时候早上6点出门，我等我回到家，隔天的凌晨2、3点，这样子很快啊。韩国话闹热的东山水市场，小胖简单手机也也打白嘅股，韩国的后生来见店，路况还不是有人很加命嘅。人就是还蛮好的，然后有点憨直这样。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啊，至少就我现在听起来，还有他刚才讲到那个便当的事嘛，我觉得那还蛮有趣的，因为我实在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。每个月一天会收到20、30个便当，而且就是会遇到很多我以前其实不知道的事情啊，因为以前就算我有经过看到他们，我也不见得会仔细观察，或者就算我观察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。店班中嘅投篮行场，用韩国嘅办法嚟行業嘅小胖嘅人生。其他人去看冇咁嘅辦法，也對自己嘅生活以為行下怎麼了解。嚟咗禮拜呢，關心嘅主題係窮苦。面對窮苦，可能大家已經聽嘢有啲手掌，所以先來看一下政府係用半天嘅。來，我們麻煩Naomi可以幫我們介紹嗎？好，然后这个图是一个阶梯，然后上面低收入户就是台北市政府定的，然后就是如果你是低收入户，你是要每个月每个人要低于15162元。然后，如果是中低收入户的话，你每月每个人要低于21661元。那最下面是小胖，他的钱比低收入户还要再更低一半以上。来，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哈，收入户讲的就是户是家庭嘛，对，比方说我们一家4个人好了，所以在台北市，假设你的月薪爸爸或是妈妈。你家里的月薪加起来，爸爸加妈妈各3万、6万，在台北市4个人算是低收入户。你们在生活周遭有听过中低收入户或低收入户这样的名词吗？有。你们遇到的例子是什么？就是其实学校对于中低收入户、低收入户的同学都会有，像是政府就会说，像给我们 7-Eleven 超商的那个就是早餐的礼券可以去换，那去申请就有。那学校的学费或是午餐费可能会给你额外的补助，那加上如果说真的是很低的收入户的话，那班上老师可能也会适时的去家里关心，或是看有没有需要帮助，都会去帮忙。你周遭有这样的朋友或同学？有同学，他们不太会把自己的贫穷显露出来，因为他们可能怕觉得说我们会因为家里是正常收入户的人会觉得说，我们是低收入，你们一定会看不起我们，所以他反而就会把自己变成感觉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一样，就会说，福利社你们随便挑，我付钱，我帮你们付钱。其实我私底下问他说，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？他就说，因为我怕被排挤，就是对。因为他们觉得外界对于贫穷或中低收入户的人是会贴标签的。对，来，我们回到小胖跟我们对应的这个表后。其实我们在做这一题主题之前，也请你们去调查了，究竟你们一天或是在1个月当中加起来，生活所需最基本的是什么？吃。还有吗？住。吃跟住就这样花多少钱？我们来做一个对照哈。从张雨莎开始。我1个月加上家里的伙食费跟自己补习要去吃的，差不多4000块。然后4500是因为家里是买的房子，所以说如果是那个整栋地段的话，差不多只要4500元。所以你1个月要花多少钱？8500元。8500块，而且只有吃跟住。小亮，你的呢？我住在桃园市，总共1个月的吃加住我就要花到8250元。来，这是新北市跟桃园市，其实2个都算是6都，好，所以在县市的这个行政划分上是同一个等级的，一样是新北市。我们看一下Naomi的数字，大概14000。OK， 我们用这个图来对照，刚刚我们看到小胖的6000块，好，我们一样从这个章鱼烧开始，假设就以你的8500来讲，你要再过到像小胖的生活，你每个月还要少2500块，2500块除以30天，你一天还要少多少钱？大概80块。那你们能想象小胖的生活是要怎么过吗？
他们可能就付完房租，甚至说吃完一餐就有一餐没一餐嘛，可能说今天吃完这一餐，隔天就没了，就是不知道下一次吃那一餐又是什么时候。小亮有去访问，然后知道他有3年都是在公园住。那我就想，如果3年你都没有房子住，就是比较少会洗澡，所以我就想，如果你今天在外面，然后有蚊子，或是今天生病了，然后不舒服，可是你就只能坐在那边，然后可能衣服又很少，然后吹风又可能会就是更容易生病。所以你们在算这个费用的时候，孩子算到你从口袋拿出来钱，很多你在生活当中，其实你讲住，你只有想到租金，你住要不要开电灯，要不要开冷气，要不要看电视？那你要洗澡用什么洗？那水要不要钱？就说这些东西如果还没有列入进去，所以其实这样的状态让我们更容易去想象说，身为一个我们在这个芒草心协会讲的无家者，小胖他过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？但是除了3位用数字来凸显，我们也要来听听小胖他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贫穷。我们一起来看这里新奇的谁有位太偏宠。其实以前如果在路边看到就是有街友住在那边的话，其实我还是会有点害怕，就是因为呢不认识的人嘛，然后他躺在那边，我就会怎么说，心里有一种警戒心，会怕这样。其实很多街友基本上而言都有工作，只是他的工作属于临时性的，然后薪水很少，所以说他们可能租不起房子。可是就是说，因为他们会经常的梳洗啊、打扮，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街友看起来比正常人还正常，你看到只是一些不良示范吧，算是不良示范吧。我们小朋友来经过的时候，或看到他们，我们只要不要去过度打扰人家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问题的，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不会有，因为你就像很多外国人都会来这边啊，可能他们坐在那边吃东西，或走过去聊天怎么样，我们也不管，我们看看就算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没有打扰到我们啊。也下小胖基金目的街道方流动嘅，係啲無措施嘅使用中心。做簡單嘅3餐，警方都有4檔名冊，小胖就在其中1檔。可以嚟細細嘅蔬菜，對佢嚟講就係查封大吉嘅補卡。我个人觉得是要贫穷要分2个阶段，一个是心理上的贫穷，一个是肉体上的贫穷。有些人心里很富足，但是生活肉体上过得蛮贫穷的。比较中等的话，可能就是心灵比较空虚，比较不富足，但是肉体上却蛮富足，像那些有钱人。如果最可悲的是那种，你既然生活都没办法照顾，然后心理上又没得到满足，然后又不富足的话，那我觉得是算是最可悲的吧。我觉得还好哎，因为我没什么有形的资产，但是无形的资产一大堆，朋友啊，然后一些从书上得来的知识啊，或一些学习到的东西啊，因为这些东西大概有很多别人都抢不走。来，看了小胖的故事，今天我们现场4位只有小亮跟他有亲身接触过，是小亮去采访他的。能不能谈谈你采访回来现在的感想？可以，就是呢，在去的之前，我就是心里会想象他们可能是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小女生走过去，他们不知道会对我做出什么事啊，或者是他们可能脏脏的，不要太靠近会比较好，类似这样的心里会有一些就是惩戒或者说刻板观念。但是去过之后，我发现这街友并不是就是。他没有整天都在无所事事，没有整天就坐在那边等别人来可怜他而已。他很多都是有工作的、啊。我们先不要只想小胖这个例子，我先请教用立场来表达好。在这一集的节目之前，你们原先会觉得贫穷
等于可怜，就是你认不认同贫穷等于可怜？我们请表达自己的立场，贫穷是否等于可怜？你认不认同？在这一集的节目之前，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我们就看到哦，张宇豪确定了哈，5号，小亮3.5，然后我们看到冉欧米是4，确定了吗？我们从最高分的来，你怎么看？可大家都会讲说贫穷就很可怜，他们就是怎样，然后就一直被灌入，就是觉得说对，贫穷就是很可怜的人。所以我第2个问题要请教各位，在今天这个节目之后，一样的问题，你依然觉得贫穷等于可怜吗？你的态度有没有改变？来，这样的认同度你有没有什么变化？3个人方向很一致的都往下走，而且我们看到有人从5分走到1分的。来，张玉山怎么变化这么大？听完他讲话，就会觉得说，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钱，可是你的内心只要觉得我自己是有用的，是富有的，那一切都是没有关系的。有很多故事也有这样讲，就是他生活上比较拮据，但他的心里很乐观。他虽然没有好的衣服穿，但是他觉得自己比那些有好吃好的、穿好的、住好的人还要更来的快乐。OK， 谢谢3位小欧。你节目最後我強調，你對田氏挑戰嘅觀眾朋友，天生應這件事情，有啲窮困人也好，冇辦法好大人也好，可能幾條事情你嘅幫助，我並唔是要你採過機，大家記得，當我強調嘅問題係，請問一下，經過你哋這禮拜對窮困主題嘅探討，你對呢啲冇辦法解決嘅態度係咪有啲轉變？以上是你上班從嘅內容，先歇看一下，廣告以後來看呢個禮拜嘅社會看世界。对游民来讲，可能有2个区块比较重要，一个是就业，一个是就医。因为有很多人生病了不敢去看病，所以说就业，然后有些人不好找到工作，所以说就业也变得很重要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因为游民有绝大部分都有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结在，心理辅导，我觉得这个区块也蛮重要的。因为有时候给予适当的心理辅导，也许他就能走出这个阴影，然后他就能像一般正常人一样，工作、就医、就业这样子。歡迎大家來到社會看世界單元，進入2屆新的時候係第1擺搞社會看世界，來自我介紹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高麗菜，我今年升6年級。大家好，我叫罐頭，今年也要升6年級。那就加在一起當高麗菜罐頭，好不好？來，這個遊戲啊，我先簡單介紹一下。有沒有看到這是一個電視牆？待會我們會有照片在上面，我們就猜照片，好不好？好。後面有一個東西在這邊。熊帽子就是我們其中如果有一個人答錯3題的話，就要戴那個帽子。如果我們3個人全部都全對，就是向日葵戴。怎麼樣？想看我戴嗎？想。那加油了，好不好？看第1題，看清楚這張照片啊！哈，眼睛受傷。有幾隻眼睛？很多。很多眼睛。很多人在笑。很多人在笑。微笑，好像有點像印度。我給你們提示，這是哪一個國家的國旗哦？你知道嗎？不知道。它在這邊，中美洲的海地。給你們一點提示，題目是這群老人怎麼了？所以你覺得他們是同時看不見，還是同時看得見？從腳上揚的話，應該就是重見光明吧。哎呦，不錯哦。這樣下去的話，會失去光明的話，不可能會笑啊。我覺得也是重見光明，因為大家臉上都有微笑。臉上都有微笑，做好決定了嗎？嗯。好，請出示你們的答案。重見光明，重見光明。來，恭喜3位都是重見光明。來，跟大家介紹一下哈，他們是在海地，然後其實很多人已經有20年的時間都看不到，然後美國的醫生到海地去幫他們治療。這個醫生短短4天而已，就治好了200個人。其實是因為海地它醫療設備比較落後，那他們沒有相對這麼多的資源。如果在其他國家，比方在台灣或在美國，他們就不用失去光明這麼久的時間。恭喜3位，第1題都答對啊！來，第2題，
清楚，你们看到什么？捂着口鼻，啊，捂着口鼻啊，地上有沙子，地上有沙子。那墙是什么？那墙啊，墙那墙墙上面的破损吗？那个是帆布是人为的还是我给你们提示好不好？来，这是哪一国的国旗？美国？美国在哪边？那这边吧。那好，那是那一大块吧。他们在美国的西岸，加州。来，给你们提示，他们经过什么地方？刚才你说有沙子，所以是冲浪的海滩，对不对？有像垃圾场的感觉吗？有一点，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地上有一点哪里像垃圾场？垃圾可能袋，冲浪海滩应该会很热闹啊，那个，而且那捂住嘴东西应该就巴。会装垃圾的东西吧？哦，你说这个是一个大垃圾桶？嗯。从哪边装？按钮它会开门啊，然后丢进去这样。我觉得是垃圾场，你也觉得是垃圾场？因为他们捂住嘴巴。我觉得是垃圾场，可是我觉得它冲上海滩也是有一点可能性，因为可能沙子太多，风太大，啊哈。沿着口鼻，其实应该是为了就是沙子进入口鼻，可能很难清吧。好，确定了吗？我要公布答案哦。不好意思啦，今天我是带不成的。厉害，这是一个冲浪的海滩，为什么要掩住口鼻呢？看到那堵墙了吗？那什么？那什么？还看不出来吗？一只上面一只鸟，哪里有鸟？树干，树干。很像树干那啊。我们是不是找错小欧来参加这个单元啊？这样可以了吧？哎，那是鱼吗？金鱼，有没有搁浅死在海滩的金鱼？那为什么要捂住口鼻？因为有为什么要捂住口鼻？尸臭因为它已经死掉腐。烂了。腐烂的东西会有什么味道？会有臭味。他们经过的时候掩住口鼻，是因为那个臭味。最后一题，暴动，暴动。人民跟警察。哦，很厉害，不愧是前辈。警察在哪里？你说这个戴安全帽的对，警察安全帽的吧？是怎么吧？判断他是警察？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因为有一个穿背心啊，那个反光的那个背心，然后制服跟他们一样。哦，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场合？应该是有一群警察通过，然后那中间的人那个就觉得很惊讶。很惊讶，很惊讶，表情是很惊讶啊！警察是这样的吗？我提示一下好不好？他们要去一个地方，是要搭船呢，还是要去买东西？来，这个在南美洲的国家委内瑞拉，大概在这个地方，差不多哈。什么时候你会跟警察剑拔弩张，像吵架一样？你要去买东西的时候会这样吗？可能啊，还是比方说发生了什么天灾，然后要搭船离开？应该是超市门口有人抢劫啊，警察堵住那些人就一定要去买东西。我觉得是船舱因为超市为什么警察要阻止？我也觉得是船舱。去超市在那一个时间，就算是有人抢劫好了啦，不可能堵住一天啊。那一天去买东西的人也不可能那么多。哦，你看这个规模。来，请出示你们答案。确定吗？我要公布解答了。有人改了。哎，你不是要上超市买菜的人吗？来，全军覆没！哈哈哈哈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，我跟你讲，在委内瑞拉，因为他们发生了动乱，所以他们的政府就宣布紧急状态。那很多东西都被抢购一空，就算让你进去超市，有什么用？你根本买不到东西。该做乜嘅？委内瑞拉會發生動亂，變到因為長空呢，強呢個下步也順便。委內瑞拉嘅經濟睇24世紀嘅出口，也很多年的國際油價景點。結果委內瑞拉嘅經濟受到動態嘅影響，物價驚喜，使糧又唔拉，而那嘢都有搶劫同泡通。超過1000生意進入超市搶劫，搶嘅唔係錢，係牛奶、麵粉、奶粉也都成塊天朝嘅用到嘅東西。結果超市堵好，乜嘅東西都冇喎。民眾一到超市堵好，都會武裝警察看待呢，就跟大家邊度嘅搶地買食物發生衝突。就算有錢入到超市嘅，買幾多嘅食物，沒有限頭。來，今天看了3個主題，這麼多張照片，哪張照片讓你們印象最深刻？我們最深刻的就是這一張，因為他就是擱淺在沙灘上死掉了。
我觉得这么大只的青鱼，其实搁浅在海滩上，并不是特别的不可思议，但是它算是搁浅中一只蛮大的吧。嗯哼，可能有6公尺吧，一人的比例，一个人要160公分，我觉得金鱼超过600公分。对啊。好，新梦上界也非常感謝觀眾朋友對您來講，兩禮拜完成最出名視影片，要佢哪一種類？以上是兩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。好的，禮拜六我們就7點半，來記得收聽《社會吃天谱，拜拜。嗨，我今年要升6年级。大家好，我叫罐头，我今天也要升6年级。也要升6年級，那明天呢？今天謝謝你們的答案，當然觀眾都切，我錯了，對不起。